咱听到就是因为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接受访问时，讲到区街那亲像是共产党提名，和区街起较早起时要提过，郭文德冇详细的回应。他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你上次讲他中共提名的。对，我也发现哦，那个深蓝的时候是绿的，那胜利的时候是红的，你知道？那其实我们只是维持一个中道的路线嘛。我也觉得在目前的这种中美对抗局势啊，或紧张的两岸关系啊，其实还是维持一个中道路线哦，这才符合台湾的最大利益。当然，这故事是这样的，一开始国民党那个不分区立委名单出来，当然是被骂翻了。其实我们内部也在讨论说，奇怪，我们就选票考量，你知道哪些人是有票王，哪些人是没有票王的。我想，应该每个党应该都晓得嘛。所以第一次国民党提出那个名单，你知道，我就觉得蛮惊讶，说哇，这个明明就一定会被骂翻的，你怎么会提出来？那其实他们后来有做一些修正啊，但是也是改正不多啊。那是这样的哦，如果国民党会去做出一件对他不利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在想说，原来这后面是谁在影响他？那至于邱毅这个就更有趣了，你一下子在国民党，一下子在新党，可以同时影响国民党跟新党的幕后老板，这个猜也猜得到啊，这个所以有时候我只是讲出大家的想法嘛，我只是比较白目就讲出来这样而已，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是这样想啊。邱毅他现在说你这样子是意图使人不当选。我只是比较老实而已啊。因为最近刚好有王一强案，会觉得邱毅也是类似的例子。是这样的，大陆对台湾有动作、有计划，这个绘画是一定有的啊。这个也是，所以重点是，其实这样的，这也是常常是这样。我们重点不是去说没有这些事，重点是我们还是要准备嘛，对不对？整个国家的这种保防体系啊，什么还是要做的。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，我们要的是做实事，不是喊口号嘛。因为每天在喊贼来的问题是你也不装保全的设备，也不加铁窗，什么都不做，那每天在喊贼来的没有用。你说谁喊贼来了？你都知道是谁就不用。我现在不知道是谁，你可以告诉我是谁吗？这个没有，我一个是很难。台湾社会还是一样的。我是比较务实的人，就说该做的事情，这大陆对台湾有动作、有计划、有什么绘画，这一定有的啊。但重点是我们要该做准备要做嘛，不是。其实这种保防系统呢，其实后来我们不是说半年前我要去出访美国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市府的那个 schedule， 就是我们的行程表全部外泄嘛，对。后来查过那个攻击的网站是来自湖南、湖北的，这个，所以老实讲，就是说像这种治安，你知道这大陆的网军在对台湾作战、绘画这些都有了，问题是要怎么去改善？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，该做的事情要做了，不要每天只喊口号。市长吴欣颖他爸爸现在好像他在生气，吴欣颖他爸爸现在好像在生气，会不会闹家庭革命？这个对，因为是他们家以前就是吴东兴有从政，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啊。台湾虽然解严30年，其实人民心中还是有警种，就是说常常会说政治上表态就会被人家，特别是生意人，所以这也是我倒觉得台湾要成为一个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，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了。上一组看就是香港大选的结果，泛民主派大胜。这个选举就是反映民意嘛，所以这选举结果很清楚，就是香港的民心向背嘛。所以每次都呼吁北京政府要面对问题嘛，你不要老是说那是 CIA 在搞的，我跟你讲民心向背还是很清楚的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北京政府要诚实的面对香港的现况，去看一下怎么解决。这样怎么看？说韩国瑜在 IG po 照片了，说他选不上的话可以去摇手摇椅。谁？韩国瑜说什么？他去 IG po 照片，说选不上可以去摇饮料。开饮料店。选不上不再回去当高雄市长吗？那你怎么看韩国？早上王献吉跑去你的市府前面抗议。这个我就忍不住再踹他一脚。
你全家移民纽西兰，你每年回来办台独募款餐会，人家问你为什么，你说因为在台湾会得气喘，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嘛。市长，那你怎么看韩国瑜他在脸书 po 文说，他这1年来他不曾落跑，他现在只是为了要实现跟高雄市民的君子之约，站在中华民国捍卫的最前线。这个我实在无法替他辩护啊。所以你觉得他现在这样子，他这样子在辩护，